一般肝癌咧係分為原發性肝癌同埋繼發性肝癌。原發性肝癌咧就係肝組織咧係生個癌症出嚟。香港嚟計咧，大部分係因為肝炎影響嘅，約莫有5-6成人咧係有乙型肝炎帶菌，而有乙型肝炎帶菌之下，有3-4成人咧有機會有原發性肝癌。而繼發性肝癌咧係肝以外嘅器官有癌細胞而擴散入去，有8成以上嘅肝癌病患者咧係冇症狀嘅。而有2成嘅病患者咧係有持續右上腹疼痛嘅，嚴重起上嚟咧，如果個腫瘤咧有穿孔嘅情況，有休克嘅情況之下咧，有病患者咧就需要即刻入院嘅。肝癌嘅高危人士係包括乙型肝炎帶菌、丙型肝炎帶菌、代謝性綜合症同埋家族史。因為肝炎菌嘅影響咧，個基因突變咧係形成肝癌。代謝性綜合症咧係因為有脂肪肝嘅情況。咁呢啲高危人士咧係需要做長期去接受肝癌嘅普查，就包括超聲波同埋驗血。驗血咧就驗肝癌指數。乙型肝炎帶菌者咧係需要每半年做一次超聲波同埋驗一次肝癌指數，英文叫做 AFP 甲胎蛋白。如果肝癌指數提升，又或者超聲波有唔正常嘅情況之下咧，又需要做電腦掃描，甚至冇磁力共振。丙型肝炎帶菌者咧同乙型肝炎係一樣嘅，需要做長期嘅普查。丙型肝炎咧係有丙型肝炎藥，如果一旦食咗丙型肝炎藥之後咧，而醫得好就唔需要做普查。肝癌治療方法咧分為根治性同埋姑息性嘅。根治性嘅治療咧係包括肝切除、射頻消融術同埋肝移植。肝切除咧係主要係視乎腫瘤嘅大細啦、位置啦，去視乎切肝嘅位置。射頻消融術咧係用探針去穿刺個腫瘤而燒死個腫瘤，一般咧係用於細過5 cm 嘅腫瘤。而肝移植咧係俾啲肝癌加埋肝硬化病人用嘅。根治性嘅治療咧有50% 嘅5年嘅生存機率，約莫3至4成嘅病人咧係可能會復發。晚期肝癌咧係當個腫瘤咧有血管侵蝕啦，甚至無有肝以外嘅地方有擴散。一般咧我哋會用姑息性嘅治療。姑息性治療咧係包括肝動脈栓塞治療啦、標靶藥物同埋免疫治療藥物，係喺個病人嘅大髀動脈嗰度咧擺一條幼管入去，肝嗰度打局部化療，而每3個月咧要打一次嘅。而全身性治療咧就包括標靶藥物同埋免疫治療藥物，係直接打藥入去個血管度。所有呢啲姑息性嘅治療咧個目的咧係延長病人嘅壽命嘅。肝手術之後咧，通常我哋都建議病人咧係唔好食煙飲酒。一般手術後3個月咧，盡量唔好食中藥，去影響肝臟嘅恢復。原發性嘅肝癌係冇有效嘅預防方法。如果你係高危人士，請你定期去接受普查，早發現，早治療。